最高法院對關稅嘅裁決真係令人好失望。美國最高法院啱啱判咗 Donald Trump 嘅關稅政策敗訴，但 Donald Trump 竟然話呢個判決反而令佢得到更大嘅權力。如果你都中意呢類型廣東話翻譯或者全球市場分析影片，歡迎訂閱同埋 like 我哋呢條片。喺呢場最新嘅白宮演說入面，Donald Trump 唔單止強勢反擊，仲直接宣布啟動全新嘅10%全球關稅計劃，隨時再次震驚環球市場。接下來，我為大家準備咗呢場重磅演講嘅精華翻譯，幫大家用最短時間掌握核心重點。我哋即刻開始。最高法院對關稅嘅裁決真係令人好失望。我對法庭入邊某啲成員感到好羞愧，真係好羞愧，因為佢哋嘅勇氣去做啱我哋國家嘅事。我想多謝同恭喜 Thomas Alito 同 Kavanaugh 大法官，因為佢哋有堅強嘅意志、智慧同埋對我哋國家嘅熱愛，而家成個國家都為佢哋感到自豪。你睇下嗰啲反對意見，根本冇人可以反駁得到，真係冇可能。喺外國咁多年嚟都喺度揾我哋着數，依家開心到不得了，佢哋開心到飛起。佢哋而家喺街度跳舞，不過唔會跳耐佢。呢點我可以保證你。法庭上嘅民主黨人都好興奮，但係佢哋一定會自動投反對票。佢哋就係自動反對，好似國會一樣，佢哋就係自動反對。佢哋反對任何令美國變得強大、健康同再次偉大嘅嘢。坦白講，佢哋都係我哋國家嘅恥辱。誒，嗰啲大法官，無論你個案幾好，佢哋都係自動反對，就係唔得。你唔可以話佢哋唔忠心，有啲我哋自己人，你可以咁講。有啲人就覺得自己要政治正確，呢啲事喺法庭某啲成員身上發生過太多次。呢個法庭真係發生過好多次，真係可惜。尤其係關於投票呢方面，佢哋其實只係做傻仔，同埋做 Reno 同激進左翼民主黨嘅走狗，根本唔應該有任何參與。佢哋對我嘅憲法非常唔愛國同唔忠誠。我認為法庭已經俾外國勢力同一個比大家想象中細好多嘅政治運動影響嘅。呢個係一個小規模嘅運動，我以數百萬票嘅優勢獲勝，我哋以壓倒性優勢獲勝。作弊現象非常普遍，我哋最終都係以壓倒性優勢獲勝，規模太大，無法操縱。但呢啲人呢，令人討厭，無知且嘈鬧，佢哋聲音好大。我認為某啲法官對此感到擔憂，佢哋唔想做正確嘅事，佢哋驚佢。呢單對我嚟講係一單好重要嘅案件。Moore係經濟同國家安全嘅象徵。我都想講，對我哋國家本身嚟講都好重要，因為我哋國家而家做得好好，我哋從來未試過做得咁好。好消息啊，其實有方法、有做法、有法例同埋有權力，正如成個法庭喺呢個糟糕判決入邊都承認嘅。國會都認同，佢哋都有提及呢啲權力，甚至比我作為美國總統可以用嘅 IEPA 關稅仲要強。其實我向其他國家同企業提出嘅要求都好謙虛，因為我想做呢樣好重要，我想表現得好乖，因為我想做任何嘢都要小心，我唔想做任何會影響法庭決定嘅事，因為我明白法庭點睇。我知道佢哋好容易俾人影響，我想做個乖仔。過去一年，我好有效咁利用嘅關稅，令美國再次偉大。我哋嘅股市最近啱啱突破咗道瓊斯5萬點，同時仲更加令人驚訝，標普指數都突破咗7000點。呢兩個數字，大家以前都覺得係唔可能嘅。一場壓倒性嘅選舉勝利，都未必睇到佢嘅成績。睇下呢樣嘢，冇人覺得可以喺4年內做到，但我哋1年就做嘅。佢哋話你永遠做唔到，你翻嚟睇下啲天才講過啲咩，睇下啲乜嘅說話。
所有嚟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嘅人都話唔得，4年都做唔到。好啦，我哋真係冇用4年，我哋1年就做嘢，我哋打破晒所有紀錄，仲繼續破緊。關稅同樣都用嚟終結咗我解決咗8場戰爭入邊嘅5場，我解決咗8場戰爭，無論你中唔中意，包括印度同巴基斯坦嘅大戰，甚至有機會變成核戰。巴基斯坦總理喺我哋嗰個好勁嘅會議，和平會議，琴日都講嘅，特朗普總統如果令我哋停戰，可以救到3500萬人嘅命。佢哋本來準備做嘅好衰嘅事，但係呢啲關稅真係帶嚟咗好大嘅國家安全保障俾我哋，加埋我哋堅固嘅邊境，令芬太尼流入我哋國家減少咗30%。當我用關稅懲罰佢非法將毒品送入嚟毒害我嘅年青人嘅國家，所有嗰啲關稅都仲喺度，全部都仲喺度。我唔知你知唔知呢樣嘢？全部都仲喺度。我哋依家仲收緊，決定之後都會繼續收。我哋依家都冇人可以再上訴啦。但係再講多次，嗰3位真係好值得尊敬。其實我一直都幾尊重佢嘅，不過而家更加敬佩。但係而家我哋會用其他方案去取代法庭錯誤否決嘅嗰啲。我哋有其他選擇，好好嘅選擇。可能會賺多啲錢，我哋會收多啲錢，咁樣我哋會變得更加強大。我哋而家收緊幾千億美元，我哋將繼續咁樣做。然而，為咗向你說明呢個意見有幾咁荒謬，法院話我甚至唔能夠收取1美元，我唔能夠收1美元，唔能夠收1美元。我本來想用1分錢嘅硬幣，但係而家已經唔生產1分錢嘅硬幣啦，我哋慳錢咗。根據 AIPA 規定，不能向任何國家收取1美元，唔係1美元。我哋係為咗保護其他國家，呢個一定係為咗保護其他國家做嘢，絕對唔係美國。佢哋應該要關心保護美國先啱。其實佢哋應該要保護佢就係美國，但係我就可以切斷啊同嗰個國家所有貿易或者生意往來。換句話講，我可以摧毀嗰啲貿易，我可以摧毀嗰個國家，我甚至可以實施一個會摧毀外國嘅禁運。我可以禁運，我想點都得，但係我就收唔到1蚊，因為條文呢啲寫連意思都唔係咁。我可以對佢哋做任何嘢，甚至摧毀佢哋個國家，但係我就收唔到錢，我連收少少費用都唔得，可能收2仙都唔得。總之任何情況下都唔可以收錢，我完全唔可以向佢哋收錢。你睇下啦，幾荒謬啊！我可以對佢哋實施禁運，我可以同佢哋講，你哋以後唔可以再喺美國做生意，我哋要你攬走。但係如果我諗收咗啲10蚊，我就做唔到，咁樣係唔啱嘅。佢哋決定係錯嘅，但係都冇所謂，因為我哋有好強大嘅替代方案，呢個決定都批嘅。你知啦，呢個決定已經批咗。對於佢以為可以制住我哋嘅人嚟講，佢哋而家話我有絕對權去發牌，但係禁權收牌費。你再睇下啦，我有權發牌，呢個字好強。好多時發牌比關稅更勁。事實上我會咁做，但佢哋就冇咗個方法，話我可以發牌，就好似佢反對我哋人。教佢哋乜嘢，但就冇權收牌費。你睇下啦，有邊個聽過咗嘅事？有邊個牌係發出嚟唔收費嘅？區權收費嘅牌有咩用？你睇個牌就會收費，呢個係自動嘅。但係呢個法庭呢就唔係咁。但係而家法庭俾佢我無可置疑嘅權利，可以禁止好多嘢入咗我哋國家，甚至可以摧毀外國。呢個權利比好多人想象中仲勁，但就係冇權收費。你話係咪嘅？我哋國家而家係全世界最火熱嘅國家，但喺1年半之前，冇一個無能總統手上，呢個國家係死氣沉沉。但而家我會行另一條路，
可能係我第一次就應該行嘅路，但係我有諗過條文，我好咁多條文，而條文100%都係對我哋有利。但係而家我會行翻我本來可以行嘅路，呢條路仲比我哋原本嘅嗰條更強，就好似卡亞諾法官咁，佢哋表現真係好犀利，你一定要睇下。我真係好為咗自豪，佢哋反對意見入邊寫嘅，雖然我堅決唔同意法院今日嘅裁決，但呢個決定未必會大幅限制總統將來下令徵收關稅嘅能力。所以你睇下啦，呢個決定未必會有咩大限制，而事實上咧都冇。佢講得啱，事實上我可以收得比之前咧多好多，所以我而家就開始做。雖然我堅決唔同意法院今日嘅裁決，但呢個決定未必會大幅限制總統將來下令徵收關稅嘅能力，因為好多其他聯邦法例真係咁講，授權總統徵收關稅，而且可能可以合理化今次案件入邊大部分甚至全部嘅關稅。實際上呢，關稅仲會更高。呢啲法規包括例如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呢啲事情呢我都非常清楚。1974年貿易法第122、第201、第301條，以及1930年關稅法第338條，一切就緒，但係過程會稍微長一啲。我本想把事情簡化一下，但係佢哋唔俾我哋咁做。我要感謝卡瓦諾大法官，坦白咁講，感謝佢嘅才華同埋佢能力出眾，對此任命我感到非常自豪。事實上，雖然我相信佢哋並非有意如此，但係最高法院今日嘅裁決，使總統監管貿易同埋徵收關稅嘅能力更加強大、更加明確，而唔係削弱咗呢種能力。我覺得佢哋唔係嗰個意思啊！我確信佢哋冇，太糟糕啦！諗下反對該提議嘅民主黨人，佢哋想反其道而行，填滿法庭，甚至派21人嚟擴充最高法院，或者係佢哋應該咁做。如果佢哋咁做，或許情況會更好。佢哋想俾法庭擠滿人，佢哋咩都肯做，就係為咗傷害我哋國家。以後再冇人會懷疑我哋嘅收入來源同埋對我哋公司同國家嘅保障。其實因為呢個決定呢，佢都會增加。我唔覺得法院係冇乜意思，但係事實就係佢根據長期以嚟嘅法律同埋幾百次勝訴，甚至好似之前有人提過，過去幾千次勝訴都係咁講。相反，最高法院並冇推翻關稅，佢哋只係否決咗 IEPA 關稅嘅某種特定用途。本質上，佢嘅目的係為咗收取費用。我可以用 AIPA 做任何我想做嘅嘢，任何事物。我冇辦法向任何人收費。我可以授權，但係我不能收費。呢個好荒謬，但冇關係，因為我哋仲有其他方法，好多其他方法。根據 AIPA 封鎖、禁運、限制、發牌或者對外國與美國進行貿易嘅能力施加任何其他條件嘅權力，已經俾呢個決定完全確認嘅。所以而家個疑問啦，因為你知啦，之前對關稅有好多問題，因為之前嘅總統夠聰明，用呢啲方法去保護我哋國家，唔俾啲國家同企業壓我哋。你睇下我哋同某啲國家嘅貿易赤字有幾大，佢哋幾十年嚟咁樣揾着數，真係好鬥㗎。但係而家我哋知道啦，因為呢個決定確認嘅人之前唔肯定嘅所有嘅，為咗保護我哋國家文件都寫明嘅，總統其實可以徵收比我之前1年內用唔同關稅權力徵收嘅關稅仲要多。正因如此，我哋其實可以考慮採用一啲其他嘅法律條例，或者係其他嘅關稅權力，而呢一啲手段都已經得到咗正式嘅確認，係完全合法嘅，所以即時生效。
所有根據232條款嘅國家安全關稅同現有301條款嘅關稅都會繼續保留，完全生效，繼續執行。今日我會簽署一份命令，根據122條款徵收10%全球關稅。呢個係喺而家已經徵收緊，喺正常關稅之上再加。同時我哋仲開始進行多項301條款同其他調查，去保護我哋國家免受其他國家同公司唔公平貿易行為嘅影響。多謝你嘅關注呢件事。我都好簡單咁講，呢句我講過好耐，就係令美國再次偉大。有趣嘅係，其實我哋已經令美國變得偉大，所以我唔一定要再用呢句。但我哋永遠都唔會放棄MAGA會一直陪住我哋。如果你睇有冇問題，可以話俾我哋知。最後講句，我哋會繼續向前行，我哋會收到更多錢，而且唔會再有人懷疑。因為以前成日都有人懷疑，我識得提告嗰班人，你知啦，佢哋真係好衰格，極度衰格。但我識咗佢，佢哋成日都偏向外國，佢哋將佢哋送入咗我哋國家，代表佢哋嗰啲人明知得一清二楚，但係佢哋都係將佢哋送入嚟我哋國家，對其他國家有利，但對我哋嚟講就非常非常唔好。我已經阻止咗呢啲事，之後我哋都會繼續嚟做。所以而家我哋有一個更加完全堅定嘅決定。我覺得法院都唔係真係佢哋，因為我哋喺法院對我哋國家攞啲咩熱誠，做咗好多唔好嘅決定，但通常都會有方法可以繞過。正如卡亞諾法官講啦，我哋本來都可以做呢件事，我哋本來一開始就可以做，但係而家我哋都做緊。而家睇到嘅數字，可能遠遠超過我哋已經冇咗嘅幾千億。係，請講，多謝你先生。總統，我真係好好奇。多謝你先生。總統，正如你所知 ，Thomas 同阿 Little 大法官係最保守嘅憲法派大法官。你覺得你今屆任期內會唔會有機會再任命2位理念相近嘅大法官？佢哋冇會經過咩類型嘅審查程序去確保佢哋會維護憲法？我唔知啊，但係佢哋係好出色嘅大法官。我只能夠咁講，我希望佢哋可以留喺度好耐，祝佢哋健康。亦真係好正，佢哋好正。仲有大法官阿利托亦加入咗呢個行列。呢啲太平啦，佢哋都係偉人，正確嘅，出於對祖國嘅熱愛同埋對法律嘅深刻理解。先生，總統先生，你係咪會要求國會就關稅問題採取進一步行動啊？而家我唔需要，已經獲得批准咗啦。我會向國會申請，且極可能獲批。當啲人睇到真實數據，睇到數千億美元流入國內，就會明白呢一點。如你所知呢，琴日我去咗一家鋼鐵廠，去咗好正嘅地方，好正嘅工廠，好正嘅人。佢哋話俾我聽，我話俾你聽，你哋當時亦都喺度。當時個房間裏邊呢，有好多記者呢。當然啦，我覺得呢架飛機唔夠大，裝唔低房間裏邊嘅所有記者，但係可以裝低呢度嘅大部分記者。我哋喺佐治亞州，我對老闆話，我曾經喺一家工廠做過演講，佢哋生產鋼鐵製品。我問你好嗎？好高興見到你，生意點樣？總統先生，我真係想親吻你。呢個係一位非常有權勢嘅人，我唔想俾嗰個男人問，但係佢係個非常強大有力嘅人。佢從事鋼鐵行業多年，佢爸爸創辦咗呢間公司。佢話：先生，我想吻你。我問點解？佢話：因為我哋當時每個禮拜做嘢，然後你哋就入嚟徵收關稅啦。佢哋往我哋國家投放嘅所有嗰啲外國垃圾都停止咗。我哋而家要做雙班，一星期7日，可能好快就要24小時不停運作，差唔多一星期7日都係咁。佢話：先生，我真係好想錫你。我話唔使啦，多謝你。但係你知唔知點解？咁就最後講多句嘅話，喺佐治亞州呢個地方真係好正。佢話成條公路都係咁，完全一樣嘅答案，先生。我哋全部都要執笠，我哋就快要破產，我哋全部都要執笠。但係而家
我哋每一個人都做得好好，仲請人請到未試過咁多。佢話佢做啲生意45年，從來未試過請咁多人。呢啲都係因為關稅，我哋會繼續用同一個方法行落去。你睇會喺1年之後開始見到成效，因為而家興建緊啲工廠，到時就會開始運作。你睇下所有建築數字都咁好嘅建築工人，而家起緊嘅工廠，到時會開張，唔只有 AI 人工智能咁簡單，仲有乜嘢？加拿大咁嘅車廠都會入嚟，佢哋之前佢走咗我哋3成市場，墨西哥都睇到我哋唔少市場份額。多年嚟佢哋搶佔咗我哋嘅市場，佢哋將我哋嘅車開走㗎。佢哋喺日本、德國以及世界各地生產呢啲嘢，因為冇人企埋我呢個位置，美國總統嘅位置上，有遠見卓識，有勇氣，我唔知佢點形容佢提出咁嘅要求。關稅你可以喺戶外生產，呢個會俾我哋人失業。你可以把所有人都列入失業救濟名單，但係如果你要睇其他國家做車，你就要俾15%啊、20%啊，甚至30%嘅關稅。如果你做呢啲事根本唔會發生，我哋就唔會失去我哋嘅生意。同樣道理，例如台灣入嚟嘅，佢哋搶咗我哋嘅晶片生意。佢哋做晶片做咗30年咁耐，佢哋令到我哋嘅公司 Intel 本來可以係最大嘅公司，我救咗 Intel。我真係喺呢屆政府一開始就救佢哋。而家台灣嗰啲公司咧，全部都喺亞利桑那、德州同埋其他地方起廠，因為佢哋唔想俾關稅，佢哋全部都湧入美國。但係就好似嗰位偉大嘅愛國者琴日講嘅，先生你做嘅嘢冇人睇過係可能做到。Steve Moore 一位好受尊重嘅經濟學家，琴日嚟咗我辦公室，佢話你做過啲乜人做過咗事？有22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話：我哋而家應該會陷入衰退，但係你話唔會，我哋個國家會好興旺，我哋個國家會好興旺。你講得啱，嗰22個全部都錯晒。你講得啱，呢個國家而家好興旺。而家嘅興旺係因為11月5號嘅選舉，國家興旺仲有個原因就係關稅係。你講總統言前定，最高法院作出嘅裁決係啊，請講，你講啦。多謝李先生，總統啊，你會點同佢想重新談判協議喺外國講？啱啱你講最高法院俾外國利益影響，意思係咩？我認為外國利益係由嗰啲我認為有不當影響力嘅人代表嘅，呢啲人對最高法院有好大嘅影響力，無論係通過恐懼、尊重定係友誼，我唔知道。但係我識一啲參與對方陣營嘅人，我唔中意佢哋，我覺得佢哋真係卑鄙無恥之徒，而且亦都要做對國家有利嘅事情，你一定要做對憲法有利嘅事。所以我好尊重 Thomas 大法官、Alito 同 Kavanaugh， 因為佢哋唔單止係反對，佢哋嘅反對意見仲好有力。你做咁嘅反對意見，好多時你做嘅反對意見都會覺得好似唔太肯定，其實可以。兩邊都得嘅，其實你第二條路好消息係就好似 Kavanaugh 大法官講得好堅定嘅，你仲有其他選擇可以行，你唔一定要行嗰條路，你可以你其他路，其實咧有好多其他方法你可以睇。講真咧，佢啲好多年前嘅總統就應該做嘅，佢哋俾我哋國家俾人食到一乾二淨，我哋失去咗一半汽車生意。我哋以前係自己做車嘅，我哋以前嘅車都係自己做。之後墨西哥攞咗，加拿大又攞咗，日本同德國都冇埋。不過而家佢哋全部都翻嚟啦，佢哋而家翻嚟嘅數量創新高。唔好你請呢邊坐啦。我唔係同你講嘅，我講緊我唔同 CNN 講嘅，嗰啲係假新聞。你講啦，先生，總統先生，你琴日話經濟係好耐以嚟最旺嘅時候。1月份就業報告超出預期 ，CPI 報告超出預期，實際工資咧係上漲咗。對於嗰啲擔心呢項決定會阻礙經濟快速朝住正確方向發展嘅美國民眾，你會點樣回應？偏離軌道啊！多謝你嘅提問，我仲要講一句，我哋而家確實處於一個非常重要嘅時刻，我等呢個決定等咗好耐啦。佢哋本可以好耐以前就做出呢個決定，並不複雜。
佢哋喺呢件事上邊咧，呢個係個荒謬嘅決定，但係佢哋早就應該發布呢個啦。我哋等咗好幾個月咧，呢個造成咗不確定性。而家我哋有咗確定性，我認為正因如此，國家將會變得更加強大。你睇，我哋幾乎比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慳過。如果你睇睇盈餘，就會發現世界上幾乎所有與我哋做生意嘅國家，我哋嘅人民都好愚蠢。我會怪總統啊，因為最終佢哋係領導人。我哋幾乎比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慳過，佢哋都有巨大嘅，甚至係非常巨大嘅順差。中國同美國之間有幾千億美元嘅順差，佢哋重建嘅中國，佢哋重建嘅軍隊，係因為我哋容許咁樣發生，先至幫中國建立嘅軍隊。我同習主席關係好好，但係而家咧咁尊重我哋國家。而家我哋採取嘅措施係對中國進口芬太尼徵收28%嘅關稅作為懲罰。呢個比佢哋出售芬太尼所能賺到嘅錢多出20倍。我話你知道，總有一日你會話就好似佢哋講咁減少咗。你知道嗎？流入我國嘅芬太尼數量下降咗30%以上，部分源於強力邊控，邊境現已穩固。多謝你，真係非常多謝你對我嘅幫助。我有個提問啦，總統先生，你曾發文警告，若最高法院推翻關稅政策，美國財政將無從防禦。我哋而家係咪真係失去咗防禦能力？唔係，因為咧，我哋而家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做緊嘅。我哋而家用一個好有力嘅方式去做緊。而家我哋用緊嘅，有啲人覺得一開始就應該用嘅方法，但係其實個情況比較複雜嘅，係複雜咗少少。成個程序會用多啲時間，但係最終結果會令我哋睇到更多錢。我覺得呢個會好好。Peter 你可以講啦，多謝你。特朗普總統，自從解放日之後，依家有大約1750億美金嘅關稅收入處於懸而未決嘅狀態。你需要退還175美元咩？10億諗下睇，彼得問得好，佢哋花幾個月甚至幾個月嘅時間嚟撰寫一篇意見書，而且佢哋甚至都唔討論呢一點。我哋已經獲得咗數千億美元，唔係幾百萬美元，而係幾千億美元。於是我就問：咁我哋賺嘅錢都去邊度？呢件事嘅被討論過，你唔會覺得佢哋應該起碼寫一句説話，話俾你聽，係咪要留住個錢，定係唔好留住個錢咩？係咪先？我哋呢件事又要再打官司打多2年啦，所以佢哋寫咗一份咁差、咁有問題嘅判決，完全有問題。簡直好似唔係咁聰明人寫出嚟嘅。佢做乜啲咩？佢哋連提都冇提過呢樣嘢。你問咗問題好基本，呢個都係我第一個問嘅問題，都係想令你開心啫。佢哋話：咁我哋收咗咁多錢又點算？先生，佢哋冇討論過呢樣嘢。你話咪好離譜？你而家所講嘅呢啲內容，其實指嘅就係你意思係你唔打算俾翻佢申請退款嘅公司退款？我啱啱已經答咗你啦，係咪？我已經答咗你啦。佢討論過，我哋之後可能要你法庭糾纏5年。咁啦 ，Green 你講啦。多謝李先生，總統先生。當你講到同佢哋有意簽貿易協議嘅國家嘅關係，你預計佢哋會唔會想重新談判嘅協議？你會點同佢哋講？咁你覺得呢件事會唔會令你嘅影響力有所削弱呢？談判嘅力量，我哋會直接全面實施10%，呢個做法絕對正確。而家已經開始執行緊，呢筆錢會有好多流入我哋國家，然後喺大約5個月嘅期間呢，我哋會做唔同嘅調查，去決定對其他國家徵收公平關稅，或者就係徵收關稅。所以我哋會咁做，但我哋會即時實施10%呢個條款。呢個係我哋有權做嘅。最後，我認為我哋賺嘅錢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先生，總統先生，你利用關稅收入支付咗一系列聯邦政策嘅費用，你聲稱佢哋會為此付費，嗰啲人會點啊？就好似農民，我哋照顧佢哋。你知道呢啲農民啊，受到咗外國非常非常惡劣嘅虐待。上週我從關稅收入中俾咗佢哋120億美元，我哋打算用關稅收入嚟做，因為想同你講清楚，我哋有徵收關稅，只不過我哋用咗唔同嘅方式去徵收。而家美國最高法院已經確認咗呢件事，
所以而家關於關稅嘅問題已經唔再存在，我哋會收到幾千億美元嘅收入，對我哋唔好嘅國家要為佢哋對我哋唔好付出代價，而對我哋好嘅國家，我哋都會好好對待佢嘅。我哋啱啱先見完一位嚟自越南嘅最高領導人，佢啱啱離開咗我哋辦公室，好有風度嘅紳士，又強又聰明。佢話：你知唔知？我覺得呢個意思係你而家可以向我哋徵收比以前更多嘅關稅。加拿大同 Jameson 講，我都想講 Jameson， 不過加拿大話：我希望你贏過呢個判決，因為如果你唔贏，其實你可以加多啲手續。向我哋徵收更高嘅關稅。Jameson， 你有咩想講？魏先生，有總統先生，佢回應總統講嘅，我哋手上有好多工具可以用。我哋有第122條，今日就會實施，今日簽署，好快就會執行。我哋仲有第301條調查，呢啲係法律上好堅固嘅，可以用嘅處理、調查同解決唔公平嘅貿易行為。呢個導致咗我哋巨大嘅貿易逆差，咁所以喺嚟緊嘅幾日同幾週裏邊咧，大家可以期待睇到所有呢啲事情嘅發生。我哋將繼續項目嘅連續性，我哋將繼續解決呢個問題，以便讓赤字持續下降。目前趨勢令美國再次偉大。國會中嘅幾位共和黨議員支持最高法院嘅呢項裁決。民主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稱你為想當國王嘅人，點解？咁都唔會嘅，佢完全唔識。我睇過佢嘅採訪，佢甚至唔明白關稅。兩黨都已經達成共識，確實係有嘅，冇錯。有咁幾位共和黨人，點解？你只需要同國會合作，制定一個計劃即可。我有權徵收關稅，我一路都有權徵收關稅。呢一切咧都已經獲得國會批准，所以冇理由再做啦。我哋而家所做嘅，只不過係經歷一個稍為複雜啲嘅過程啫，唔係好複雜，只係比之前複雜咗少少啫。我哋可以徵收關稅，收更多關稅。而國會議員呢，國會眾院否決加拿大關稅，參議院都有人投票反對。係啊，因為我哋輸咗2-3個共和黨人，因為佢哋唔係好嘅共和黨人。你又唔講，我哋攞到215票，通過需215票。係啊，梗係啦。我哋可能輸咗3票。你共和黨嗰邊嘅票數係點啊？215-3係咪？但你又唔講呢啲，我哋好團結。共和黨入邊好團結，我希望大家都會投共和黨，因為如果唔係，你哋個國家都冇得留低，因為呢班人一直摧毀緊我哋個國家。Bad day。先生，總統關於個122項關稅個10%係咪只收150日，定係你想無限期咁收落去？我哋有權做想做嘅事，但係會收呢個關稅。3日後正式開始。請講。先生，總統，你成日同好多工廠工人、製造業工人傾偈，最高法院嗰個裁決講嘅啲咩？你想同佢工廠工人講咩信息？其實咧，我覺得咧，工廠工人都開心啊，因為我哋而家同佢哋講，佢哋會有希望。我尋日見過一個開工廠嘅人，佢之前已經執咗笠，佢真係執咗笠。咁而家呢個時候，佢甚至請緊5倍咁多嘅人。其實我一行入去，佢有部全新嘅吊機，呢部機幾耐歷史？12月買嘅，佢而家可以一次過扣稅。呢個法案帶嚟嘅改變，小費唔使交稅。社會保障唔使交稅，加班都唔使交稅。佢話其實呢個偉大、龐大又靚嘅法案，老實講係發生過最好嘅事。對工人嚟講呢，遠遠好過對有錢人。唯一對有錢人有幫助嘅呢，就係可以請多好多人。但係當我見到嘅，佢又話成條線都係咁。呢度呢，喺佐治亞州嘅一個地方，成條街都係㗎。其他工廠做唔同嘅，唔止做鋼鐵產品，仲有其他唔同嘅嘢。佢話我哋每一個人都差唔多執笠，我哋勉強先可以捱落去。有啲人一個星期做少過1個鐘頭，你睇下一個禮拜得1個鐘頭，只係做咗小飾物或者佢哋做開啲嘅。而家佢哋係日以繼夜咁做。我1個月前去過，我去攞密歇根州，去到福特，仲見到福特嘅老細 Buford。我哋喺其中一間最大嘅工廠入邊，係19世紀初建嘅原廠。順帶一提，
我諗補充句啦，雖然唔係好有關，但係其實都算有關。謀殺案數量係自1900年以嚟最低，差唔多就係佢有呢個計劃嗰陣時，嗰係125年咧，我哋嘅謀殺率最低。好嘅，我國個犯罪率大幅下降啦。呢啲工廠同埋工人們咧，都對特朗普感到興奮嘅，所以無論按 IEPA 關稅定其他條款咧收費咧。呢個就係我哋要做嘅事情，我哋根本無法交付，呢個就係我哋國家最終嘅結局。呢個就係點解我哋欠咗38萬億美元債，不過我哋會喺不久嘅將來還清呢筆債務。我哋有一位非常無能嘅美聯儲主席，佢出於政治原因喜歡高利率，佢中意佢哋，但我哋會揾到一位非常優秀嘅人選，利率應該會大幅下降。我認為我哋應該俾錢啦，我哋應該支付全球最低嘅利率，唔應該存在呢個國家，而我哋唔會咁做咧。我哋排第38位，呢啲只係長期以嚟嘅差政策，但係發生嘅事就係我哋令美國再次強大，我哋令美國再次偉大，我哋應該要俾錢。舉個例，瑞士呢個國家，我哋幾乎收唔到佢哋任何關稅，我哋有400億美元嘅貿易赤字。然後首相打電話俾我，佢話，但係我哋係一個細國家，因為我話我哋會將關稅由0提升到39個百分比咧，咁樣會令佢哋嘅啲成功唔同而家嘅。而家佢哋被視為精英國家，但係如果我哋加關稅，佢哋就唔會咁。我嗰陣時就明白嘅話，但係我哋真係一個細國家。我話你哋係一個細國家，但係對我哋嚟講有好大嘅貿易赤字。你哋喺美國身上賺咗好多錢，如果我哋咁做，好多所謂精英國家其實都係因為我哋俾佢哋賺咁多錢先至變到精英。我都希望佢哋好啦，但係我唔想佢哋係靠美國納稅人咁付出嚟賺錢啦。多謝你嘅提問，我覺得呢個問題都合理嘅。你睇下先，特朗普總統，你話你對此感到失望，但係你對呢個決定有冇覺得意外啊？你嗰時有咩感受？我都幾驚訝咋，因為我覺得我哋做啲嘢第一根據即係。我有啲過啲段落，我閱讀能力好強，理解力都好好，我所有可以減嘢都冇晒。然後我話我哋唔可能輸呢單案，但係當法官咧有政治立場，想做啱政治正確，或者想討好華盛頓 DC 某啲人嘅時候，我哋就真係會輸。可能我都唔知點解，因為你睇完之後根本冇第二個解釋方法，真係冇第二個解釋方法，但係都算啦。因為而家結果出嚟嘅，我都講第3次，可能一排都唔會再講。就係我哋已經將關稅嘅不確定性消除咗，因為之前真係有好多不確定。我哋俾一班無良之徒告咗，我同佢哋好熟，嗰啲非常之以中國為中心嘅國家，但係本質上係以其他國家為中心嘅國家。最終佢哋嘅表現咧，肯定會不如以前。美國又變得非常非常強大啦。嘿！我哋擁有最強大嘅軍隊，我喺第一任期內重建咗軍隊。我哋擁有最強大嘅軍隊，我哋生產最好嘅裝備。但即使係咁，你知咧，其實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哋有啲人收好多錢去生產愛國者導彈啊、標槍啊、飛彈啊，同埋各種唔同嘅嘢。但係當你真係要用嘅時候，佢哋又太慢。我哋已經通知佢哋嘅，佢哋會。我哋國家而家見緊好多嘢，我哋國家而家做得好好，我哋會繼續保持咁樣。最重要嘅係依家確定性呢個詞已經成為咗一個因素。我今日講嘅每一樣嘢都係有保證嘅確定性，呢啲都已經被測試過。Jameson 話真係試過1000次，我話幾百次啦。佢話先生，其實真係幾千次，仲要嚟所有法庭都贏晒。而家我哋只係翻去做翻嗰啲嘢，問題就係我哋之前有啲總統根本唔理貿易，可能佢哋都唔係做生意出身嘅，可能佢哋都唔係咁聰明，我哋都遇過個真係蠢嘅人，你知啦，所以我哋會繼續做落去，會好似以前咁繼續落去，甚至可能做得更多。但係你睇唔會再每次我出嚟講嘅都問，咁如果你收唔到關稅會點？而家我哋可以收，順帶一提，佢哋嘅決定入邊咧，佢哋特別講明，
我哋可以咁做呢？我哋有其他選擇。有關於呢方面嘅具體內容，用 IEPA 關稅去談判嘅貿易協議呢，依家仲有效定係要重新談過？有啲仲有效，好多都仲有效啦。有啲就唔得，嗰啲會用其他關稅取代。先生，總統先生，關於關稅核查嗰啲裁定呢項政策冇效嘅最高法院大法官們，下個禮拜仲會受邀參加你哋嘅國情咨文演講咩？係得，你仲聯絡咩？佢哋受邀參加，緊準。我哋欣然邀請咗3位，不，佢哋幾乎冇被邀請。講實話，佢哋嚟唔嚟，我根本唔在乎。好噶，多謝。李先生，總統，咁關於貿易協議，亦即將同印度簽署嘅框架協議，依家仲會照舊簽咩？佢哋會改變？佢都冇變。佢哋要俾關稅，我哋就唔使俾關稅。我哋同印度嘅協議就係佢哋要俾關稅，呢個同以前完全相反。你都知啦，印度夜晚，我覺得莫迪總理係一位好紳士，真係個好人。但係佢對住美國，明顯比佢對手聰明得多。佢以前喺印度真係揾我哋着數，所以我哋同印度簽咗個協議，而家係一個公平嘅協議。我哋唔使再俾佢哋關稅，而家係冇計要俾關稅，反轉個局。而家啲市場都因為呢件事而上升緊啦。陰謀族，先生，總統咧，多謝你，多謝你，總統。交易繼續，我哋只要唔同。總統先生係多謝你，我覺得你仲有另一場戰爭應該要制止，而且你應該睇翻你功勞，就係敍利亞嗰邊。Rabiel 國務卿，佢喺慕尼黑同敍利亞外交部長同埋庫爾德將軍 Muslim Abdi 會面之後，佢話特朗普總統係直接參與嘅協助停止庫爾德人同敍利亞人之間嘅戰鬥。你哋政府會點樣確保呢個和平可以持續落去？你又支唔支持呢個想法？呢個係個完全唔同嘅話題，我唔想花太多時間，但我只能講敍利亞總統實際上係我扶植上去嘅，做得非常出色。佢係個粗野嘅人，佢可唔係個循規蹈矩嘅人，連唱詩班嘅男孩都做唔到。但敍利亞正係走向團結，而且團結得好好。到目前為止，佢對庫爾德人一直好好。係嘅，先生。總統先生喺同伊朗人民2輪會談之後，你想對佢哋講啲乜嘢？伊朗境內嘅伊朗人民定係呢度嘅伊朗人民？伊朗人民。佢哋最好協商達成公平嘅交易。你知道伊朗人民同埋伊朗領導人有好多不同之處，呢個係一個非常令人難過嘅情況。但喺相對較短嘅時間內呢，就有32000人喪生。佢哋2週前呢，就諗住處決800人啊，等等。部分由起重機調運，佢哋用高大嘅起重機將佢哋吊起上嚟，然之後喺廣場上演奏。佢哋原本諗住搞死837人，我話俾佢哋知，如果你哋吊死一個人，哪怕只有一個人，你哋就會即刻遭到槍擊。我冇諗住等2週再談判，佢哋放棄咗絞刑。佢哋嘅吊死人837，據講佢哋一個都冇吊死。但係唔係，我真係好同情伊朗嘅人民，佢哋一直都好似喺地獄咁生活。唔該，多謝李先生。總統先生，你多次提到外國勢力影響最高法院，你有冇證據？如果佢，你會唔會調查呢？你會知道嘅。你會喺同歐洲嘅關係上面採取咩替代方案？仲有啲關稅被指係非法，咁樣會點影響你制裁佢嘅俄羅斯同你嘅關係？我諗歐洲變得更強大。歐洲而家好覺醒喎，你去到好多地方，歐洲已經變到唔同晒，唔係所有國家都係嘅。你可以睇下中歐嘅匈牙利、波蘭同埋捷克、斯洛伐克，有啲國家就完全行相反方向，仲有其他嘅國家。但係歐洲一定要強大，而家佢哋變得好軟弱，已經認唔出嚟。你去到某啲國家，我唔想講得太明，但係我哋大家都知我講緊邊啲，已經認唔出嚟。佢哋變咗環保分子已經接管晒，佢攞起晒風車，搞到呂田、靚草原同埋海都破壞晒，仲要俾好多錢。
歐洲要醒目嘅，歐洲而家兩方面都好大嘅，一係能源啦，一係移民啦，唔快啲搞掂嘅。歐洲就唔再係以前嘅。哥薩奇大法官同埋巴雷特大法官，你哋對佢哋今日嘅決定感到特別驚訝咩？即係後悔提名佢哋咩？我唔講後唔後悔，我認為咧，佢哋嘅決定好糟糕。我認為呢個俾佢哋嘅家人蒙羞。你想知道真相，佢哋兩個冇錯，確實係咁。先生，總統先生，請你明確一啲，你係咪認為喺實施呢啲新嘅關稅工具之後，關稅稅率同埋關稅最終會高於目前嘅水平？可能更高嘅，呢個取決於我哋希望佢哋成為咁樣，但係我哋希望佢哋對其他國家亦都公平。而且咧，你知道啊，有啲國家多年嚟一直對我哋非常不好，而且對佢哋嚟講咧會好高。但係有啲國家對我哋好好，對佢哋嚟講就會好合理。特別係關於嗰個關稅問題，莫指佢係嗰個2000蚊呢？我哋叫你先生，總統先生，多謝你，總統先生。總統先生，你有冇計劃去印度參加四方峰會？你覺得而家你同印度嘅關係點樣？我覺得我同印度嘅關係好好咧。我哋同印度都有做生意。印度已經退出咗俄羅斯，你知啦。印度之前咧係向俄羅斯買石油，啱唔啱啊？佢哋應我要求已經大幅減少咗，因為咧我哋想解決嗰場每個月有25,000人死咗可怕戰爭。我同莫迪總理嘅關係，我可以話係非常好。我都阻止咗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間嘅戰爭嘅，你都知啦。當時有10架飛機俾我哋擊落嚟，嗰場戰爭已經打緊，仲好大機會會變成核戰啊！就係尋日巴基斯坦總理都話，特朗普總統救咗3500萬人嘅性命，因為叫佢哋停手。而我主要都係靠加關稅做到嘅。我同佢哋講，你哋要打就打啦，冇問題。但係你哋唔好諗住同美國做生意，仲要每個國家都要俾200%關稅。佢哋打電話嚟講，我哋已經和平咗。好嘅，我即係想對大家表示感謝。嗱，確定性又翻嚟啦。美國嘅經濟實際上亦係世界嘅經濟，因為我哋喺世界上創造咗咁多嘅價值，我哋係全球最大嘅。而家我哋遙遙領先呢，1年半前我哋呢個國家已經奄奄一息啦。而家我哋擁有世界上最熱嘅國家，我哋會保持現狀。非常多謝大家，唔該晒，非常感謝。謝咗總統先生，你頭先講伊朗有32000人喪生咩？